炒股唔使驚，Ben 哥喺大廳。做短線就唔可以等，最好就係打入去呢就可以揾錢。如果做唔到盡快盈利啊，咁就要及時抽身出嚟。譬如呢一隻股票喺兩個高位出現雙陰之後，呢個位置係決定後面股價生死嘅關鍵位置。只有呢一個位置啊，有效咁樣突破，股價先有可能再次翻身，一飛沖天。記住我哋做短線嘅三板法則：三陰、四陰、五翻身。而呢一個位置打入去呢，就要揾錢。如果後面嘅走勢啊不及預期，就要及時撤退，唔好硬頸死頂。好啦，如果你夠魄力嘅話，喺啱先呢一個位置上車，恭喜晒，我哋揾錢啦！亦即係符合我哋嘅預期，揾錢呢，就繼續揸好扶穩，正啊！再食多兩條大陽線，繼續揸好扶穩。但係呢個時候呢，唔好咁興奮。唔好忘記我哋做短線嘅原則，走勢越靚仔嘅時候就要越小心，越係覺得冇危險嘅時候呢，就越容易揦嘢。我哋知道一隻股票啊喺低位嘅時候出現紅三兵，後市大概率係會上升嘅信號。但係如果出現喺高位嘅情況下呢，就啱好相反，股價呢個時候可能就係有多，後面股價可能會出現回調。呢三條 K 線，各位老友記有冇發現一個特點啊？就係三條 K 線嘅開盤都係低開，呢三條 K 線嘅柱體啊，都出現咗重疊嘅情況。每日開盤都有低開嘅動作，亦即係先殺跌，然後尾盤拉升，繼續上升。如果連續3日啊都出現呢一種情況，往往就意味住買盤冇晒力氣啦，行情可能會出現反轉。由多轉空，理論上一隻股票升到頂嘅時候，利好消息層出不窮，股價不斷創新高，收成陽線係好事嚟嘅。但係咁好嘅環境，點解每日都會低開呢？一日低開可以理解，但係連續3日都低開，就肯定有警棍啦。為咗解決呢個問題啊，我哋就要睇分時圖。呢個係第一條陽線嘅分時圖。可以睇到啊，佢係低開嘅，然後直線拉升，震盪走勢，咁係屬於正常嘅。然後睇第二條陽線嘅分時圖，再次低開，然後同樣直線拉升，震盪走勢，咁我哋就有理由懷疑主力係喺度出貨。然後睇第三條陽線嘅分時圖，照樣係低開，然後出現漲停板、破板。漲停板、破板，